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5，箴言16章32節安尼講：無快快受氣，贏過勇士；管轄家己的心的，贏過厝着城的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快快受氣，着管轄家己的心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滿有智慧、慈愛、公義、甲信實的上帝。你是掌管萬物、統管人的心的君王。主啊，你毋但賞賜阮性命，也將聖神藏佇阮的內面，引帶阮行佇真理甲平安的路。主啊，願感謝你，伫每一日用不變的慈愛扶持阮，互阮通靠你來得到快樂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溫柔忍耐的心，互阮無受歹來影響，乃是互聖神掌管阮的言語甲情緒，互阮學習基督的柔和甲謙卑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互阮說出嘴的每一句話，攏通造就人、安慰人，互阮無因為一時的衝動來傷害別人，也虧損了你的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